大家好，我係高手少，相信大家都知道麥當勞呢間嘢㗎啦，全球好多地方都有分店，唔會唔知啦。嗱，麥當勞大家就知，但麥難民大家又知唔知呢？唔知唔緊要，今日嚟講下麥難民，即係指嗰啲無法負擔房租而被迫寄居喺麥當勞嘅人。當麥當勞係自己屋企，嗰啲就係叫麥難民啦。一去到亞洲就會見到好多呢啲㗎啦。好啦，咁講到呢個位，大家或者會有個疑問，點解唔揀其他連鎖餐廳寄居，淨係揀麥當勞呢？麥當勞好吸引？嗱，是咁的。由於東亞地區嘅飲食習慣比較冇咁鍾意美式快餐嗰種，麥當勞喺東亞地區嘅優勢係冇咁大，因此為咗能夠有優勢咁樣打入東亞市場，麥當勞喺亞洲實施有別於歐美嘅運作模式，主動將快餐店打造成俾顧客休憩嘅地方。喺歐美人眼中，亞洲嘅麥當勞就好似嗰啲買一杯嘢飲就可以坐成日嘅悠閒 coffee shop 咁樣，以咁樣嘅方式喺亞洲營運，好快麥當勞就喺亞洲好受歡迎啦。亞洲麥當勞啲顧客，佢哋普遍逗留嘅時間都會比歐美嘅長，亞洲啲麥當勞亦都咁樣 keep 住用呢個方式運作。店內職員唔會驅趕啲消費好少，甚至零消費，而又喺麥當勞逗留好耐嘅人，盡量為佢哋提供私人空間喺度，所以就咁樣，啲人就睇中呢點，選擇喺麥當勞寄居啦。住喺麥當勞，麥當勞啲職員又唔趕人，好多間亦都開24嘅，啱晒，就係咁。形成咗麥難民呢樣嘢，嗰啲無家可歸嘅人會住喺麥當勞，以麥當勞為自己嘅家，都幾好㗎。住麥當勞有個瓦遮頭，又有水供應，好多間都開24，職員又唔趕人，梗係住老麥啦。大家明啦，就係咁樣，就有麥難民呢樣嘢走出嚟啦。基本上亞洲多地都有麥難民呢樣嘢，中國大陸會有唔少流浪漢去做麥難民啦，韓國都唔少，喺首爾最多麥難民，台灣都有。不過台灣嘅話，嗰啲24小時便利商店會比較受啲流浪漢歡迎，老麥喺台灣流浪漢入面就冇咁受歡迎嘅。日本嘅話，嗱，麥難民呢個詞語就係源於日本嘅。日本喺07年開始出現24小時營業老麥之後，啲日本露宿者會去買杯咖啡，然後就喺老麥入面留宿過夜。根據日本嘅新聞報道，現時日本每間24小時老麥一般都會有10個或以上嘅麥難民喺度。咁所以為咗阻止更多呢啲麥難民出現，家陣日本啲老麥一般會喺凌晨2點到4點嘅時段進行清潔，婉轉咁樣趕啲麥難民走。因此到咗呢個時段左右，日本麥難民就會轉戰去網吧，又或者車站到朝頭早㗎啦。好啦，香港麥難民係多到一個點，身為香港人都知道香港出晒名土地不足，房屋好短缺㗎啦，寸金尺土，住嘅方面好有問題，所以香港有好多露宿者㗎。24小時老麥喺香港出現之後，好自然地嗰班人就做晒麥難民啦。以麥當勞為家，唔係講玩，住麥當勞點都好過住劏房先啦，又細，環境又差，仲要都唔平租。麥當勞就唔同啦，唔使租，環境又叫做唔錯，
起碼有水供應，有冷氣，空間都叫唔太窄先啦。嗱，咁香港嘅麥難民入面都唔係個個因為住屋問題所以先做麥難民嘅，有啲係因為同屋企人關係唔太好，家庭原因，所以先做麥難民，你懂的。香港咁嘅住屋環境，咁多人一齊住，長久落嚟，好容易會有衝突、爭執發生。咁有啲就純粹想慳啲使費，先至做麥難民，間中先返自己屋企。香港嘅麥難民有部分係有自己屋企，唔係露宿者嚟㗎。好啦，講到呢個位，相信大家都了解麥難民呢樣嘢㗎啦。麥當勞喺亞洲真係幫咗唔少人，尤其喺香港幫咗唔少人。喺香港呢個咁黐線嘅社會，如果冇24小時麥當勞，真係更慘了。所以疫情嗰期，香港啲有需要人士都幾慘。麥當勞唔俾24，因為疫情咁堂食關係，嗰期真係慘到一個點。好彩都過去咗啦。一間麥當勞背後睇到唔少真實嘅社會現象。